最矚目嘅作品就一定係同 Kelly 合唱嘅呢一首《我不夠愛你》啦。嗱，由於唱片公司要保持神秘感，所以喺拍攝呢隻 music video 嘅時候係要高度保密嘅。不過我哋 andylau.com 就梗係可以攞到一啲人哋睇唔到嘅資料啦。而家就一齊睇下呢隻 music video 嘅製作花絮先啦。要撮合呢一次天王天后級嘅合唱，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噶。要得到雙方唱片公司嘅同意合作，仲要佢哋兩位喺百忙之中抽空一齊拍攝先至得噶。不過佢哋勝在誠意搭救，所以咩都難唔到佢哋嘅。因為喺咁難得嘅情況之下先至可以合作，所以乜嘢都要準備得盡善盡美。喺拍攝之前，導演就已經將成隻 music video 嘅每一個畫面畫出嚟，務求令到拍攝可以更加順利。一聲 action 之後，華仔同 Kelly 即刻埋位，哇！唔單止埋位，仲埋身添噃。一個靚仔，一個靚女，作出呢啲咁貼身嘅演出，真係令人羨慕啊！而除咗呢一個鏡頭之外，仲有好多親密嘅鏡頭啊！大家一齊睇下。原來唔單止貼身，仲有摸身添，而且仲由陳慧琳摸華仔，睇唔出 Kelly 平時斯斯文文，原來係咁貪玩嘅。摸完胸仲唔夠啊，仲摸埋背脊添，哇！一次仲唔夠，仲要摸多幾次添。去到拍攝嘅最後階段，場面就更加震撼啦。華仔要抱住 Kelly 一齊浸喺浴缸度，不過佢哋兩個都好專業，所以亦唔會覺得尷尬，反而好輕鬆咁喺度玩水添。係咪覺得好吸引呢？如果想睇晒全部，就要去我哋嘅足版 music video 嗰度欣賞啦。